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啊，你仲唔記得呢？我哋今年嘅1月嘅第2個星期日啊，我哋嘅主任牧師啊，Pastor Mike同我哋宣佈咗我哋教會2026到2030嘅意象係乜嘢啊？仲記得嘛？仲記得嘛？唔記得我哋睇下呢個銀幕 ，OK？ 我哋嘅意象就係跨越世代，同建神國啊！英文就係叫做 Generation Preaching for Impact，OK？ 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主題嚇，因為呢個主題咧係鼓勵我哋咧真係每一個世代都要咧去經歷神，去仰望神去成為一個傳承人使到咧我哋整個喜信堂咧能夠之前咧成為咩咧一家，跟住一家係咩？跨代同使命嘅教會，係咪？有呢個PowerPoint㗎，嚟，我哋大家一齊嚟讀呢個嘅標語。再下一家跨代同使命 ，One family, one generation, one mission。我哋好感謝神咧，就係我哋嘅主任牧師咧，響當日咧就講咗一篇非常好嘅信息，我就將呢篇信息咧就濃縮，就製作咗一首詩歌。你聽過都唔緊要，因為呢首詩歌可以用5年嚟聽嚇，因為5年裏邊嘅主題曲嚟㗎。OK， 我哋再一次嘅嚟重溫呢一首主題曲。聲音大啲。我們不隱藏你奇妙作為，不讓你的榮光只在這一代，你成就的故事，你大能的手，在歷史長河中仍然訴說，你曾行在我們祖先的年日，在曠野與黑夜顯出形式，你所立的約定，你所賜的道，呼召我們繼續往前走。跨越時代，同建神國，讓敬拜不止息，讓福音燃燒。跨越時代，同心前行，一代傳一代，直到主再來。我們要述說你榮耀作為，我們要持守你生命真道。跨越時代，同建神國，直到萬國都敬拜你名。信仰不是自然會延續，若不傳遞就會漸漸模糊，若這一代沉默不回應，下一代將失去方向。所以我們不選擇退後，不把使命交給別人，在教會，在家庭，在生活中，我們回應你的託付。跨越時代，同建神國，讓敬拜不止息，讓福音燃燒。跨越時代，同心前行，一代傳一代，直到主再來。年長的述說智慧與心事，用一生見證你不改變，青壯的承接使命火炬，連接過去也開創新篇。父母們在家中吉他，用生命溫馴你兒女，少年人要起來宣告，這信仰是我真實選擇。
盼望放在永活的神，一代一代坚定跟随，求你赐下同一个心，跨越年龄，跨越文化，直到孩子也能宣告。传一代，直到主再来。我们要述说你荣耀作为，我们要持守你生命真道。跨越时代，同见神国，直到万国都敬拜你名。从今天到未来年日，从家庭直到地极。成为小亮引领时代，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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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阿們，阿們，阿們。咁啊，喺陳牧師嘅信息裏邊咧，佢曾經咧用一個比喻就講到咧，我哋嘅信仰咧就好似一條咧不斷嘅奔流不息嘅河流。每一代嘅人咧都應該咧要好忠心嘅將信仰傳遞俾下一代，甚至下一代。咁咧呢一條生命嘅河流咧，就會繼續嘅保持呢個活力充滿生命力嘅，繼續嘅向前奔湧。我哋千祈唔好讓呢個生命嘅河流停頓，否則嘅話咧，佢就會變成一潭死水，或者變咗爛泥。阿們，願上帝真係感動我哋每一個人，俾我哋知道神呼召我哋嚟跟從佢，就係要成為一個傳承者。哈利路亞！而呢個傳承係透過我哋個人去到我哋嘅仔女，包括我哋嘅子子孫孫。阿們！天父啊，願你嘅旨意成就，繼續嘅興起喜信堂，興起眾弟兄姊妹，每一個世代嘅人都成為忠誠嘅跟隨者，福音嘅傳承者，可以將神嘅榮耀作為世世代代嘅傳承落去。阿們！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阿們！上個星期三呢，就我同豐教同埋淑華姊妹呢，就一齊去咗孟沙探訪一個組員。呢位組員已經係80幾歲，佢最近身體唔係幾舒服。咁就其實我認識呢位姊妹好耐啦，40幾年嘅，因為佢係我以前教會嗰個時候我仲唔係傳道人，我只不過係一個單身嘅弟兄。佢已經係同我係同一間教會嘅嚇。咁其實後來我同師母結咗婚之後呢，我哋去咗另外一個教會，跟住又嚟咗喜信堂。已經30幾年我冇見過佢嘅喎。但係有一日我突然間見到佢出現喺我哋嘅聚會裏邊，正知道呢佢已經嚟咗我哋嘅教會好幾年，而且呢係好忠心嘅參加喜信堂嘅小組同埋主日。咁點解要提呢個姊妹呢？因為呢個姊妹呢，一樣嘢真係好令我好感動，就係佢40多年嚟都係好忠心嘅跟隨主，好忠心嘅參加小組同埋主日，而且呢，根據佢嘅孫啊，佢有一個最細嘅孫啊，
同我哋講，哇！佢講我呢個grandma 真係影響我哋好大啊，因為佢每一個早上咧都會響自己嘅房咧祈禱讀聖經啊，咁呢樣嘢真係影響佢屋企裏邊嘅仔仔女女，包括子子孫咧好大。咁就我心裏邊想咧，但願喜善堂會有更多支持耶穌嘅跟從者，唔單係好忠心嘅跟隨主，而且佢哋嘅生命係會帶嚟呢種嘅 impact， 即係呢個影響力，呢個感染力，可以讓佢哋嘅後代效法佢哋嗰種敬虔敬畏神嘅榜樣。我喺度諗咧，如果全世界嘅每一個基督徒咧都咁忠誠嘅跟從主，哇！呢個係一幅幾美麗嘅圖畫。只可惜圖畫唔係咁美麗，因為你總是會發現咧，喺唔同嘅時間裏邊咧，總是有人咧響跟從耶穌基督嘅半路咧，突然間失蹤咗。我哋都唔覺得好奇怪，我哋以為咧，如果有人咧，主耶穌成為咗喜信堂嘅牧師，應該呢間教會會爆炸性嘅，哇！一日可能要有30堂聚會，因為耶穌做牧師喎。咁啊，你又諗錯咗。即使耶穌做牧師啊，你發覺咧，喺聖經裏邊咧，都竟然有人咧唔拜耶穌嘅，你知唔知啊？同耶穌講：我唔 like you， 拜拜。咁啊，到底發生咩事咧？你點解有啲人咧會突然間咁就喺教會裏邊消失咧？我哋要嚟睇下約翰福音第6章，其實要讀晒成章，不過咧我就係單單抽出60到69節，我哋大家一齊嚟讀好嘛？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就說：哎呀，這些話甚難啊，誰能聽呢？咁啊，耶穌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就對他們說：這話是叫你們厭棄嗎？倘若你們看見人子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怎麼樣呢？叫人活着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耶穌從頭就知道誰不信他，誰要賣他。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冇人能夠到我這裏來。從此嗰啲人聽咗唔係拍爛手掌喎。從此他們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穌就對那12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同我 say goodbye 嗎？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聖者。我嘅題目就係話，你還會忠心的跟從主嗎？你還會忠心的跟從主嗎？請你一定要記得下，聖經裏邊講嘅有許多門徒從此就唔再跟從主，其實都係耶穌嘅門徒嚟噶。呢班人真係跟耶穌都跟過一個時期噶啦，睇過耶穌行神蹟，甚至食過2餅5瓶阿魚嗰啲餅同埋魚，可能佢哋自己都經歷過神蹟噶。但係點解佢哋會唔再跟從主呢？呢
種嘅情景咧，睇起嚟真係有啲悲慘啊！哇！耶穌咁辛苦去栽培佢哋，行到半路咧講sayonara，拜拜，從此不要再見。不過你發覺耶穌冇激心喎，耶穌冇講 please don't go，please don't go，I offer you，我降低水準嚇，唔使背十字架，唔使捨己呀，仲有禮物送嚟跟從我，有冇？耶穌根本都冇咁嘅反應，反而耶穌咧轉身嚟問嗰12個門徒：你班友仔啊，點啊？係咪都要離開呢？哦，弟兄姊妹，無論乜嘢嘅環境嘅底下，即使耶穌咧有時講啲嘢你唔明白，或者有啲事情發生喺你嘅身上，你真係搞唔清楚。Why tell me why？ 但係你仍然會堅持跟從耶穌嘅，你會嗎？點解有啲人會選擇離開耶穌呢？總是跟唔到底呢？其實原因好多㗎。真係一籮籮咁多原因，不過咧，我今日咧就根據《約翰福音》6章咧，就講2樣，其實係最基本嘅2個點解人會選擇離開耶穌嘅原因，係主要原因。跟住咧，我哋又睇下點解彼得佢會選擇繼續跟從呢？有2個原因，點解人呢會選擇咧會離開主耶穌？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佢哋太過注重肉體嘅滿足。啊，呢個係耶穌講噶，唔係我講噶。啊，如果今日咧呢個信息嘅裏邊咧，你會覺得好似好吉心吉肺咧，唔係我啊，係聖靈啊。OK， 因為耶穌好清楚嘅同佢哋講：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為食飽得飽。啊，改包啦嚇！我哋好少食餅啊，食包比較多啊。食飽得飽啊！一個翻譯本咧，耶穌回答：只是咧，我講實話啦，你們揾我唔係因為睇見神蹟，而係因為你們咧食到咧足夠嘅餅。之至話呢，其實有好多人跟從耶穌呢，係因為耶穌可以滿足佢嘅肉體啊！哇，有餅食，哇呀，有神蹟，哇呀，有好處，跟啊唔跟啊，蝕底啊，跟啊，哦，所以耶穌就你哋跟我呢，其實唔係跟我啊，因為你哋係想喺我嘅身上呢，可以食飽食飽。仲有呢個 messenger 嘅翻譯嘅話咧，耶穌回答說：你們來找我，不是因為從我嘅作為中看見神，而是因為我餵飽你們，而且仲是係 FOC 嘅。哇！喂，朋友，你係唔係因為有 FOC 免費嘅好處，所以你跟耶穌跟到底啊？哦，其實咧。耶穌真係俾我哋好多好處噶嚇，你會跟耶穌跟到今日，我會跟耶穌跟到，哎呀，講真啦，都係因為都有好多好處噶嚇，哦，生命改變啦、平安啦、喜樂啦，係咪？啊，甚至有時都會經歷病得醫治，啊，危機中咧出現轉機，哇！不過其實呢個咧並非是我哋跟從耶穌嘅唯一原因，就好似呢班嘅離開主耶穌嘅嗰班嘅人，
嗱，點解咧？耶穌要指出佢哋嘅問題咧？係因為耶穌發現咧，如果一個人咧太過注重咧，就係哇，因為信耶穌咧可以食飽得飽。通常咧，好多人咧就會因此咧對屬靈嘅嘢咧就會冇興趣嘅。耶穌真係發現呢班人咧，佢哋咧淨係要因為要食飽得飽啊！但係佢哋對屬靈嘅嘢呢係缺乏興趣嘅，所以呢，當耶穌講咗好多嗰啲比較深嘅，耶穌話你要食我嘅肉啊，飲我嘅血啊，在末日呢有復活啦，我仲會再來啊，哇，我係天上嘅糧啊，哇，佢哋好似鴨字天理啊，你講乜雞哦？佢哋聽唔入啊，甚至講：哎呀，耶穌你講嗰啲嘢咧真係好難聽，好似唔知食咗咩好難啃啊！而嗰個原文嘅意思咧係反感。耶穌，我哋唔中意你聽呢啲講，你講啲咁嘅嘢，就好似有啲人會牧師，你講太多嗰啲太深啦，你講祝福啊，講成功啊。哇！講點樣咧能夠賺到5桶金啊？嗰啲我哋中意。牧師你講十字架，哎呀，not practical，我哋唔中意噶。你要講嗰啲咧，讓我哋覺得，哎呀，真係好舒服啊，好啱聽啊，哎呀，好舒服啊。會唔會啊？小心嗬，小心啊！當然，人離開耶穌嘅原因呢，除咗係因為佢哋注重肉體嘅滿足，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只係注重今生同埋今世。They only focus on this present life and this world。好多人就好似呢班離開耶穌嘅門徒一樣嘅，佢哋以為信耶穌就係一個信仰，一個寄託，一個將耶穌換咗係西方嘅菩薩，救苦救難嘅耶穌。其他唔理噶啦。咩天上嘅事啦，咩屬靈嘅產業啦，咩將來嘅復活啦，咩耶穌嘅呢個天國啦，咩八福啊，no，我淨係愛福嘅神，我有得食，我有得着，我有錢，我有屋，最好耶穌都俾我哋出名，真係唔該啊，耶穌俾我出名。弟兄姊妹，有好多人信耶穌咧，唔小心咧，就因為太過注重咧物質嘅需要、肉體嘅需要咧，而只係 focus on 今生今世嘅事物。佢哋諗嘅、體貼嘅都係物質上嘅事、生活上嘅事，就係今生今世。喺佢哋嘅腦海裏邊咧，係冇永恆。係冇將來嘅復活，係冇要向耶穌交賬，係冇忠心又良善又惡又懶嘅僕人呢回事，甚至佢哋都認為係冇審判。我哋只會呢個係錯誤嘅。因為當一個人太過注重今生今世嘅事物，都會導致乜嘢呢？就係佢會讓今生嘅事呢，就會遮蔽咗佢嘅眼，而睇唔到永恆。我哋姊妹，我哋除咗係活在今生今世嗬，我哋係同時都係活在永恆永世嘅裏邊，你知唔知啊？我哋同時間噶，當今生今世結束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係進入
永恆永世。你唔可以講冇啊，你已經行緊噶啦，你已經係進入緊噶啦。可能有啲話咩今生今世咩永恆，哎呦呢啲係將來嘅事，呢啲咁遙遠嘅事，哎呦呢啲唔 practical 唔現實嘅事，我淨係顧好我嘅肚有冇得食，你又錯啦。原來耶穌基督俾我哋有今生今世嘅目的咧，唔係淨係為咗今生今世，而且其實就係今生今世，其實就為咗永恆永世噶，你知唔知啊？今生今世係好短噶，短到幾短你知唔知啊？你去嗰啲咩廣東移山啊，或者墳場，你會睇到嗰啲人嘅歲數嗬，1951脫2026就係咁短啫，一寸都唔到啊！哇，1951脫2026咁短咯。而永恆有幾長啊？你嗰日啊 Pastor Joyce 話攞條繩啊，永恆幾長啊？你攞條繩係咪環繞呢個廳啊？1000次啊都唔夠啊！而我哋嘅今生今世就咁短，永恆就係超過1000萬次，嗰啲叫做永恆。你話永恆冇嘢嘅，過喪嘅，我哋就喺嗰時咧做仙啊！嗱，唔好做仙，咩冇嘢啊？永恆裏邊有神嘅國度，有千年國度，有耶穌做王，仲有好多耶穌要俾我哋管理嘅產業啊！所以咧，讓我哋真係唔好好似嗰班離開咗主耶穌嘅嗰班門徒啊！你一定要記得，今生嘅一切其實會成為過去噶。約翰一書同我哋點樣講啊？約翰一書，佢話：這世界和其上嘅情慾都會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嘅係永遠長存。普通話翻譯講咧，這個世界正在消逝啊！人們在世上所期望得到嘅東西，也正在消逝。但係執行上帝旨意嘅人會永遠活着。意思話呢個世界有一日，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全部都帶唔走，全部都會消失。因為呢個世界有一日真係會冚唪唥籠中，什麼都唔見晒。因為神嘅國要降臨，阿們。主耶穌要在永世裏邊做王，而我哋今日就要成為一個忠誠嘅跟隨者。哈利路亞！彼得，當主耶穌見到呢啲人講拜拜，唔使再見，就問嗰啲班門徒：你哋又點啊？你哋會唔會又跟住離開呢？如果今日我講唔晒呢，你就係記得彼得所講嘅已經足夠咗。彼得係點樣講啊？主啊，我們還能去跟從誰呢？你有真實生命的話語，永恆的生命，我們已經委身於你，深信你就係神嘅聖者。呢個就係 the message 更清楚嘅翻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相信，我們也知道你是神的聖者。嗱，其實彼得呢個宣告咧係好勁嘅，弟兄姊妹。彼得嘅宣告裏邊咧完全冇提到，因為你俾我哋有得食有得着 ，no，佢完全淨係 focus on Jesus。
佢話主啊，佢完全係注目在、專注在耶穌可以俾到佢嗰啲係呢個世界俾唔到嘅，係超越過呢個世界嘅物質嘅，叫做永生之道。呢個完全係講到耶穌基督嘅身份。耶穌基督就係嗰個能夠賜俾我哋永生永恆生命嘅嗰位主。耶穌就係主，佢一開始就講主啊，呢個主好重要啊。呢個主嘅意思話，主啊，你就係我生命中一切嘅主，我嘅時間、我嘅財富、我嘅產業，包括我嘅現在未來，我嘅靈魂、我嘅生命都係你嘅，都係屬於你，因為你係主。You are my master。俾得好清楚嘅，找住一個呢，我哋信仰裏邊好重要嘅一個關鍵。你會跟耶穌，唔係因為耶穌會俾你好多祝福，但係比祝福更重要嘅就係你擁有嘅呢個叫永生 （eternal life），係超越地上所有物質嘅祝福。更重要嘅就係彼得話：我知道，我也深信。意思話彼得講呢啲嘅說話咧，唔係咧突然間睇手機 ChatGPT 俾嘅答案，而係佢透過佢跟耶穌嘅咁多年嚟嘅嗰個觀察，嗰個嘅經歷，佢真係相信，唔單止係相信，係堅信不疑嘅篤信。耶穌就係嗰位彌賽亞 Messiah， 就係 the anointed one， 就係嗰個受膏者，就係神指定要嚟拯救罪人嘅嗰位拯救主。弟兄姊妹，你跟耶穌，我跟耶穌，你一定要認清楚嗬。點解我哋會鼓勵你絕對不可放棄跟從耶穌？係因為你再唔能夠喺呢個世界嘅裏邊揾到永生之道。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呢個永生嘅呢個永生之道係一個有生命、有活力，係能夠帶俾我哋盼望嘅。佢唔係道理，佢就係主耶穌自己。耶穌佢都唔單止係道，亦係永生之道。冇人可以唔透過佢就可以進入永生，絕對唔可能。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堅持跟從耶穌基督嘅緣故，因為唯有佢，呢個世界上再冇其他嘅宗教或者哲學啊或者理論可以俾我哋永生之道，除咗耶穌基督。佢降世嚟到呢個世界嘅目的就係要將永生帶俾我哋，佢就係永生，佢就係永生之道。哈利路亞，阿們。好啦，總結今日我所講嘅，人點解會選擇離開耶穌呢？因為佢哋只係注重肉體嘅滿足。當佢哋有咁嘅一種嘅動機嘅時候呢，佢哋追求嘅嘢肯定就係肉體嘅利益，而導致佢哋對屬靈嘅事呢係缺乏興趣。
因為佢哋只係注重今生同埋今世。我弟兄姊妹，你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咁嘅門徒呢？耶穌今日俾我哋嘅提醒就係話，係我哋係需要關注我哋嘅生活，照顧好我哋嘅身體嘅需要，絕對係 OK 嘅。但係唔好全部時間精神都係放響今生今世嘅事物。要記得，耶穌話唔好為那些必會朽壞嘅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嘅食物勞力。意思話，我哋跟從耶穌基督嘅人呢，其實跟從耶穌呢唔係淨係跟啊，我哋其實同時間裏邊呢，我哋都係要照着主耶穌嘅吩咐。一樣嘅係要為好多永恆嘅事、福音嘅事、傳承嘅事，去盡我哋身為一個跟從者嘅責任。Amen。今日咧，我唔會呼召大家一齊嘅出嚟，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整體嘅一個回應。我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好似彼得咁樣做出呢個最正確嘅一個選擇，而且係一個決定。我哋會跟耶穌到底，即使有一日我哋面對挑戰艱難，甚至我哋可能都會面對一啲我哋唔明白點解會發生嘅事，但係我哋仍然會對主耶穌講乜嘢？我哋一齊嚟讀：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用呢首詩歌嚟回應主嘅呼召，好嗎？你的話在我心，使我腳步不偏離，領我走這人生的路。你的愛在我心，你必與我同行，牽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隨你，將我一生獻給你，回應你的呼召來愛你，堅持一生不偏離。我哋對主耶穌講：主啊，我要跟隨你。獻給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將你的愛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隨你，將我一生獻給你，回應你的呼召來愛你，堅持一生不偏離。主啊，我要跟隨你，將我一生獻給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將你的愛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隨
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愛分享出去。是否有乜嘢在最近一直嘅影響緊你？可能你都有曾經諗過，我真係好艱難跟耶穌跟到底啊！因為生活咁艱難，可能有啲祈禱我禱告咗好耐，耶穌都冇應允我。可能呢個耶穌已經係離開咗我。最近你嘅信心係咪有啲動搖呢？導致你已經冇唔似以前咁願意全心全意嘅要跟從耶穌，你變得有啲遠遠的跟從耶穌。今日耶穌重新嘅嚟呼喚你，你會唔會好似嗰班昔日，因為我唔能夠滿足到佢哋嘅心裏邊嘅需求嘅時候，佢哋就離開我嘅嗰班人一樣呢？你是否能唔能夠跟住彼得一樣咁有一個咁嘅決心？唔係因為因餅食飽，唔係因為耶穌唔能夠滿足到我今生今世嗰啲嘅成就、嗰啲嘅需求，而係我一樣嘅同彼得一樣嘅確信。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還要跟從誰呢？主啊，我們信了又知道，你就是天下人間唯一被神指派嚟拯救我哋嘅嗰位主。你能唔能夠同主耶穌講：主啊，我唔跟從你，還跟從誰呢？好唔好？我哋再唱多一次：主啊，我要跟隨你，將我一生獻給你，回應你的呼召來愛你，堅持一生不偏離。主啊，我要跟隨你，將我一生獻給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將你的愛分享出去。我會帶大家呢做一個叫做集體嘅宣告。嗱，呢個宣告呢係有啲特別嚇，就係呢我會講一段，嗰度有寫領就係領導就係我會帶大家講天父，我們承認，大家就講若不是你嘅恩典，我們不能站立。我就係讀第一段。你就讀第二段。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叫做一種立志、一個忠心跟隨主嘅一種嘅宣告，好唔好啊？嗱，預備，天父，我們承認，若不是你的恩典，我們不能站立。今天我們不能靠自己嘅力量，我們單單依靠主的恩典。
主耶穌，你呼召我們，不只是相信你，更要跟從你。即使道路不容易，我們仍選擇不後退，不憑感覺，不隨環境，不看世界嘅聲音，只定睛仰望耶穌。聖靈啊，引導我們嘅腳步，堅固我們的心志。當我們軟弱時，你扶持我們；當我們迷失時，你矯正我們；當我們疲憊時，你更新我們。今天我們再次將生命主權交俾你，一生忠心跟從主。靠着主嘅恩典，我們必站立；靠着主嘅恩典，我們必不後退；靠着主嘅恩典，我們要一生跟從耶穌。大家一齊講，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宣告，阿們。